早安。按做，你近不热油马嘅打算你？我今天想要去新竹玩。你想爱坐车远也系视察嘅前往新竹你？新竹离苗栗远吗？新竹距离苗栗只有大约4公里嘅距离。开启翻译。欢迎来到国立联合大学。欢迎来到国立联合大学。幸福热演奏的去公演到去3次风行量，亦也系去会顺风流上流下。你想爱去哪里？谚语：彩虹。动强强是强语，